觉得很好奇，怎么你会那么喜欢来佛堂，又不会做什么事，站在那边发呆，微笑？我说啊，上帝啊，你求不到吧？那你为什么天天来？还是那个求道磁场很强，我说我知道啊，我这个气功师还有日本人就告诉我啊，那你真的不知道？我说什么我知道？啊，我没有求道，我在旁边站着，你在点到的时候，那个磁场会灌到我这边来的，我是来这里充电的，充能量的啊，有这个事哦。所以说各位，没事，佛堂点到来恰值充电一下。他告诉我的，这是一个奥修禅定中心的人哦，他们感受很强烈，所以多办道有好处啊，这是奥修啊。这个重担的就不用讲了，还有正面平时一直练啊，这里有一个张炳春的光的故事。